參加呢個全運會決賽咧，目前我哋喺香港排最高嘅4位運動員，我哋精英組出啊，咁包括冠軍張家朗啦，當今嘅世界冠軍新鮮出爐嘅蔡俊彥啦，仲有呢個世界排第4嘅謝慈恩啦，等等，仲有好多後起之秀啦。咁我哋呢個隊伍咧係以老帶新，所以有啲老大哥帶住嘅話，應該係冇得輸啦。備戰嘅話咧，就其實我哋個訓練計劃咧，每一年我哋都有做，但係我哋最主要嘅目標都係世界性比賽，因為我哋喺香港係應該係喺國際舞台上係有多啲嘅表現，所以我哋都冇做乜嘢特別嘅訓練計劃，一直都係按照係往年一樣係準備係國際比賽比較多啲嘅。仲有一個期望就係以前幾屆3屆全運會嘅時候，我哋攞過銀牌啦、銅牌啦，但係唯獨未攞過係全運會嘅金牌。我希望喺一屆嘅全運會，亦都係我哋係喺主場咁嘅情況下，我希望係有一個金牌上嚟嘅突破。